来关心这嘉义县的农作物，即届风台呢是无受到影响，所以即马已经陆续咧采收啊。也毋过亲像这高丽菜呢，产量是有较济，市场拍卖价这一箱20公斤才80块尔，成本是袂好的。所以六卡乡呢有农民是规气安尼开放民众来买，一粒高丽菜只要10块就好。 民众伫田内底更加伫买的高丽菜，嘉义县的六卡乡有农民用高丽菜一粒10块的价销，开放民众家己来买，希望透过这款方式来补贴成本。装起来有诶无成本总无起就差5块至6块啊。安尼，哦。哎呀，你若破5块6块，我变拢无趁钱加母诶。安尼啊，我7块，我7块趁1块尔。啊，1公斤趁1块，不如开放我去多较贵去。因为现在菜价什么都涨，对，所以就是蛮优惠的价格，可以让我们都可以吃到好的高丽菜。农民表示，较烧热的天气影响到高丽菜的生长，所以伊的高丽菜价销无讲介好，佮加上旧年高丽菜好价，今年种的人佮较济，互伊的高丽菜平均一粒无到8块，所以才用10块的价销，互民众家己来买。等下食台风为咱遮来，遮这边拢袂种一啦。本来安排迄时阵要种的，拄拢袂种一啦。啊，所以拢会钱做伙，啊，佮甲山顶品质较好啊，啊，甲山顶的弄做伙。逐冬的10月到过年的4月是平地高丽菜的主要产季，伫菜市仔内底，高山的高丽菜算紧来卖，平地高丽菜就是算粒咧卖。卖菜档仔讲，即届风台对咱无造成影响，菜陆续收成了后，市价价销就会比即马搁较俗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